西元2020年11月27日，瑞士新出日报纸的 Podcast， 今仔日讨论讲到疫情，啥怎欧洲无啥想要向东亚的国家学习。头起先着记台湾的例，10月底阁有通办同志大游行，12万人上街仔路放音乐跳舞，已经超过200天无本土案例。阁讲到台湾有民主，嘛有为着别人挂喙暗的文化。若讲欧洲无像东亚拄过 SARS 的经验，为怎样欧洲无想要向东亚学习？来宾是一位德国的汉学家，伊认为感觉比人较高等、较敖，以及对东方的偏见是主要的因素。其他譬如讲，惊科技侵犯隐私、挂喙暗违反人权等等的观点。到今，瑞士每100万人有36171个人确诊。世界第9名，头前第8是美国，后壁第10是西班牙，法国排11。即阵仔欧盟咧讨论，即个冬天是毋是所有厝西场所拢爱关起来？无加入欧盟的瑞士反对，毕竟诚侪人靠即个产业趁食。毋过，本咧认为，若是因为政府防疫做无周全，母国伫边的性命要找谁讨？